呢個唔係一個靈堂，呢度係泰國屬噴布列省份裏邊嘅一間佛寺，佛寺嘅名叫屈皮龍華，裏邊放咗一具高僧嘅屍體。呢個高僧個名叫龍坡狂，死咗已經8年噶啦，死嘅時候86歲。呢度安放咗佢嘅一個蠟像，蠟像可以話栩栩如生，筋肉紋都清晰可見，可謂巧奪天工。與此同時，呢度亦都放置咗呢位高僧生前所用過嘅衣服鞋襪，以作紀念。不過最重要嘅就係有佢副屍喺度。嗱，呢副屍咧其實已經死咗8年嘅啦，但係8年以來佢完全冇腐化到，啲皮膚仲喺度，兼且我哋可以睇到佢依然係有牙嘅，指甲亦都冇甩到。究竟點解呢？點解一副死屍嘅身體可以不腐不化呢？死咗8年都依然喺度。呢位大師好安詳咁放喺棺木裏邊，唔通呢副屍曾經受過特別處理？究竟呢個大師嘅屍體點解咁多年可以不腐不化呢？咁我哋揾嚟一位師兄同佢傾過。師兄你好，我想請教下，點解呢個師傅嘅屍體可以不腐不化咁呢？我師傅咧就係修行人嚟㗎啦，咁佢當然就唔食煙又唔飲酒嘅，咁而且佢道行好高嘅，咁所以咧佢死咗之後，佢嘅屍供放喺度之後，都一直都唔腐，亦都冇化嘅。不過呢樣嘢喺泰國其實好普遍嘅，好多大師咧死後之後嘅屍體都冇腐化到，一直保存得好好嘅。咁除咗即係唔腐化之後啦，咁我見到佢啲手甲啊、頭髮仲喺度啊，咁究竟點解咧嚇？指甲同埋喺頭髮嗰方面呢，就其實我哋就冇乜話去做啲乜嘢去保存佢嘅。咁師傅嘅屍體一直放咗喺度呢，咁嗰啲手指甲同頭髮都冇任何嘅變化，咁我哋都解釋唔到嘅。咁就我諗係師傅嘅力量保護住佢嘅身軀咯。咁我想知道，咁呢度就相當之出名啦。咁好多泰國人嚟呢度做善事啊，同埋嚟拜師傅咁啦。咁一般嚟講，你係嚟拜啲咩、求啲咩呢？多數都係求運氣啦，同埋嚟做下啲善事咁樣。講得咁玄妙，即係信不信由你啦。與此同時，喺呢個師傅嘅私家重地外面，有具師傅嘅金身，呢具金身有好多線上都貼啲金箔上去，祈求好運。